南投、彰化甲台中三个县市做伙伫咧南投的草屯来宣誓，要共同打击噪音车。未来要扩大区域强化合作，联合稽查。伫咧噪音车出入的热点路段，加强处罚，它来维护居民的生活环境。 为了让中部地区会当有一个恬静舒适的生活环境，南投、彰化、台中三个县市做伙宣誓，共同打击噪音车。这几年透过声音、翕相、科技执法、联合稽查等方式来加强处罚。那在暑假期间，我们也整合8县市的稽查能量。那在固定每个月的第4周的周末，执行这个稽查的工作。环境部肯定三个县市表示，会加补助地方政府设科技设备，以加民国114年，上少加增加306套，扩大处罚，防制噪音车。有6台的声音照相执法的工具在我们南投县，我们会每个月去机动调整我们的热点，那我们会架设我们的声音照相设备。中中投三县市会继续扩大进行区域合作，让处罚噪音车的工作执法定量和绩效能当发挥上大效果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